来这边感觉哇，有那么多的文化、语言啊，不一样的人，所以我挺喜欢的。我是马丁，荷兰人。我们在巴拿9年左右。我做咖啡，我有一个烘焙工厂，也有咖啡馆，然后在普洱还有一个生咖啡豆的出口公司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我还做维修咖啡机。所以我第一次来景洪应该是9年前嘛，变化其实是很大的，特别是交通。我来的时候刚好有那个高速路通过了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开车回昆明已经很方便了，但是几年后有高铁，也有南海的高速路所以现在那个交通是方便很多了，这个是最大的变化。我家人都在这里，我就是在回家的时候我就和家里面的人就是一起，但是我出去的时候我就去那个江边可以走一走可能带狗就是走一走，我比较喜欢就是自然环境的。